你是否曾经感到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夜里总是要起床小便2、3次，那种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痛苦，早晨醒来时全身无力、毫无精神的感觉？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棒的健康建议了。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困扰，而是千万中年人共同面临的隐形杀手。当你站在镜子前，看见那张苍白无血色的脸庞，你是否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其实是你的身体正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腰酸背痛、夜尿频繁、失眠多梦，这些症状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是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我已经撑不住了。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工作压力大、年纪渐长的自然现象，但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严重。这些症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你的肾气正在悄悄流失，就像手机电池逐渐耗尽，你的生命力也在一点一滴的消散。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简单却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秘密，一个能够重新点燃你生命活力的天然宝藏。很多人都以为腰酸背痛、失眠夜尿只是因为工作太累、压力太大造成的，这个想法完全错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的根源其实出在肾气和肾精的虚弱。肾脏在中医理论中不只是我们现代医学认知的泌尿器官，它更是我们生命力的根本，是人体的电池总部。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就像一栋大楼，而肾气就是支撑这栋大楼的主要梁柱。当梁柱开始松动时，整栋建筑物看似还能正常运作，但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一旦遇到风雨、压力、疾病，就很容易倒塌。肾气虚弱会导致什么后果呢？首先，你的腰部失去支撑力，开始酸痛；接着，膀胱失去约束力，夜尿增多；然后，心神失去滋养，开始失眠多梦；最后，全身的精气神都开始衰退，记忆力下降，头发早白，精神萎靡。这就像一个连锁反应，当肾这个总司令出了问题，全身的各个器官都会受到影响。你的肝脏无法得到充分的滋养，解毒功能下降；你的心脏失去肾水的滋润，容易心烦意乱；你的脾胃得不到肾阳的温煦，消化功能减弱。更可怕的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加速这个过程。长时间久坐、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情绪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消耗着我们宝贵的肾精，就像一台超载运转的机器，如果不及时保养维护，迟早会崩坏。很多人到了40、50岁，明明外表看起来还算年轻，但内在的生命力却已经像60、70岁的老人一样衰弱。这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肾气过度消耗的结果。如果你继续忽视这些警讯，你的身体就像一棵没有被浇水的大树，会逐渐枯萎凋零。想象一下5年后的你，每天早晨醒来，腰痛的几乎无法直起身子，走路时双腿发软，仿佛随时会跌倒。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感，让你连最简单的日常活动都变成了负担。白天在办公室里，你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开会时头脑昏沉，重要的事情总是忘记，同事们开始质疑你的工作能力。你想要努力表现，但身体却背叛了你的意志。更糟糕的是夜晚的折磨，每隔1、2个小时就要起床上厕所，每次回到床上都要重新入睡。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让你白天更加疲惫，形成了恶性循环。你变得易怒、焦虑，家人开始抱怨你的脾气变差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位朋友才48岁，但看起来像60多岁。他告诉我，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快速流失，每天都像在透支未来的健康。他的妻子说，以前那个充满活力、幽默风趣的丈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疲惫、沮丧的中年人。这不只是个人的痛苦，更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幸福。当家庭的支柱开始摇摇欲坠，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孩子看不到父亲的笑容，妻子承受更多的压力，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得沉闷压抑。肾气虚弱的人，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更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他们开始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对未来失去期待。这种精神上的衰老比身体的衰老更加可怕，因为它会让人提前放弃对健康和幸福的追求。就在你以为无药可救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黑色种子，每个人都曾见过，大多数人却把它当作普通的零食，完全不知道它拥有改变生命的神奇力量。这就是黑芝麻，一颗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种子，却蕴含着天地间最纯粹的生命能量。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一粒粒乌黑发亮的芝麻，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每一颗都像是浓缩了大自然精华的小宝石。它们虽然渺小，但却承载着恢复你肾气、重燃你生命活力的使命。在古代，黑芝麻被称为仙家食品，相传神仙就是靠它来维持不老的容颜和旺盛的精力。这并不是迷信，而是我们祖先经过千百年实践总结出的养生智慧。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黑芝麻入肾经，具有补肝肾、益精血、润五脏的神奇功效。它就像是专门为肾脏量身打造的营养补品，能够直接滋养你的肾精，恢复你的肾气。黑色入肾，这是中医五行理论的基本原理。黑芝麻的深黑色泽正是它能够补肾的最好证明。更神奇的是，黑芝麻不只能补肾，还能一石多鸟。它能强壮你的筋骨，让你的腰腿重新有力；它能滋养你的血液，让你的气色红润有光泽；它能安神定志，让你的睡眠重新回到婴儿般的香甜；它还能乌须黑发，让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黑芝麻的神奇功效。它富含维生素 E，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保护心血管健康。它的钙含量是牛奶的几倍，能够强化骨骼。它还含有丰富的铁质和蛋白质，能够补血养颜。但最重要的是，黑芝麻中含有一种叫做芝麻素的特殊成分，这种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肾脏细胞，激活肾脏的生命活力，就像给你的生命电池充电一样。想象一下，当你每天摄取这些珍贵的营养时，你的肾脏就像乾渴的土地得到了甘露滋润，那些失去活力的肾细胞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你的肾气开始慢慢恢复，你的精力开始逐渐回升。一小匙黑芝麻就等于为你的身体电池充入新的能量。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千百年来无数人亲身验证的真实效果。很多人在连续食用黑芝麻几周后，都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腰不再那么酸了，夜里起床的次数减少了，早晨醒来时精神变好了，连头发都变得更加乌黑亮丽。这就是黑芝麻的神奇之处，它不是药，但却比药更有效；它很便宜，但却比昂贵的保健品更珍贵，因为它是大自然的恩赐，是天地间最纯净、最安全的养生圣品。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养生秘诀：每天1匙黑芝麻。这个口诀听起来简单，但却包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1匙大约15到20公克的黑芝麻，就是你每天所需的肾气补充剂。不需要复杂的配方，不需要昂贵的药材，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如何正确食用黑芝麻呢？方法很多，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好处。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生食，把黑芝麻洗净晾前，每天早晨空腹时嚼食1匙。这种方法最能保持芝麻的原始营养，但有些人可能觉得口感略苦。第二种方法是炒熟食用，把黑芝麻用小火慢慢炒熟，直到散发出浓郁的香味。炒熟的芝麻不仅香味扑鼻，而且更容易消化吸收。你可以把炒熟的芝麻放在密封罐中保存，随时取用。第三种方法是磨成芝麻粉，用料理机或研磨器把炒熟的黑芝麻磨成细粉，这样更利于人体吸收。芝麻粉可以撒在粥里，拌在优格中，或者直接用温水冲泡饮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把黑芝麻融入你的日常生活。早晨时光，在你的早餐粥里撒1匙芝麻粉，或者把芝麻粉加入豆浆或牛奶中一起饮用。这样开始一天就等于为你的肾脏充满了能量。午后时分，如果你喜欢吃沙拉，可以把炒香的芝麻撒在蔬菜上，
既增加了营养，又丰富了口感。或者在制作三明治时加入一些芝麻酱，美味又健康。晚间养生最推荐的是在睡前1小时用温水冲泡1匙芝麻粉，慢慢饮用。温热的芝麻茶不仅能补肾养血，还能安神助眠，让你一夜好眠。特别提醒的是，黑芝麻最大的优点就是经济实惠，取得容易。不像昂贵的补品需要花费大笔金钱，黑芝麻在任何超市或中药房都能买到，价格亲民，人人都能负担得起。在食用的过程中，你需要有一点耐心。养生不是1天2天的事情，通常在坚持食用2到4周后，你就会开始感受到明显的变化，腰部的酸痛感减轻了，夜间起床的频率降低了，睡眠品质改善了，早晨醒来时感觉更有精神了。有些人甚至惊喜地发现，原本渐白的头发开始变黑，皮肤变得更有光泽，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这就是肾气充足时身体自然展现的健康状态。记住，养生的关键在于坚持。每天1匙黑芝麻，看似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假以时日，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习惯带给你的是脱胎换骨般的改变。现在让我带你想象一下，当你开始每天食用黑芝麻后，你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3个月后的某个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在你的脸上，你自然而然的醒来，不再是被闹钟强行叫醒，而是身体自己告诉你，我已经充分休息好了。你伸个懒腰，惊喜地发现腰部不再僵硬酸痛，起身时轻松自如，就像回到了20多岁的状态。走到镜子前，你看到一张红光满面的脸庞，那种苍白憔悴的鬓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红润气色。最令人惊喜的是，你的头发变得更加乌黑亮丽，即使不染发也能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在办公室里，同事们都注意到了你的变化，你不再是那个午后昏昏欲睡的人，而是精神饱满、思维敏捷的工作达人。重要的会议上，你的发言清晰有力，复杂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老板开始重新重视你，升职加薪的机会也随之而来。最美好的变化发生在夜晚，你不再需要在深夜里多次起床，而是能够一觉睡到天亮。那种深度的恢复性的睡眠，让你每天早晨都像重新充满电的手机一样，活力充沛。周末的时候，你重新找回了运动的乐趣。以前爬2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现在却能轻松地爬山健行。你的妻子惊喜地发现，那个充满活力、幽默风趣的丈夫回来了。你们重新开始一起做以前喜欢的活动，散步、旅行和朋友聚餐。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总是焦虑、烦躁，担心自己的健康会越来越差。现在的你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对未来充满期待。你知道，只要持续这样养生，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生活会越来越精彩。你的孩子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以前他们很少看到你的笑容，现在的家庭氛围变得温馨和谐。你有精力陪他们玩耍，有心情听他们分享学校的趣事。这种家庭的幸福感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加珍贵。朋友们都好奇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总是笑着告诉他们，秘密就是每天1匙黑芝麻。他们起初都不太相信，觉得这么简单的方法怎么可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但看到你的变化，他们也开始尝试这个简单的养生方法。这就是肾气充足时人生的状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就像一棵根系发达的大树，不管遇到什么风雨，都能屹立不摇，枝繁叶茂。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腰酸背痛、夜尿频繁、失眠多梦，这些困扰你已久的症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黑芝麻。记住这个简单却强大的养生口诀，每天1匙黑芝麻，补肾气，睡好觉，活得好。这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方案，也不是昂贵的保健品广告，这是一个经过千年验证、现代科学证实、无数人亲身体验的自然养生法。不要等到身体完全垮掉才想要挽救，
不要等到病痛缠身才后悔莫及。健康的身体需要每天的呵护，就像花草需要每天浇水一样。今天就开始，明天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感谢你。去超市买一包黑芝麻吧，不用犹豫，不用等待。从今天晚上开始，睡前喝一杯温热的芝麻茶。从明天早晨开始，早餐加1匙芝麻粉。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你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要等待奇迹的发生。奇迹就在你的手中，就是那一小匙看似平凡却蕴含无穷力量的黑芝麻。记住，养生不是1天2天的事，但改变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每一天的坚持都是对未来健康的投资，每一匙黑芝麻都是对生命活力的重新点燃。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从今天开始，让黑芝麻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健康伙伴。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古老的养生智慧如何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如何让你重新拥有年轻时的活力和健康。